佚佗，无忧愁无烦恼，就一道道。钱真好真好，我虽然无烦恼，不过查某囝地也饿。对你无食眠床一直倒，我这个妈咪是真歹做。无啥物通烦恼，干那洗一粒糖酸丸是阮兜的宝，规工毋困，倒咧饿。阿廖先生啊，阿廖先生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毋是讲你啉心糖有一贴组团的病院，专门伫咧治失眠的。啊，我叫阮长工我来拆药啊，连食几落贴拢无效啊！啊，也无是安怎啊？无够钱啊，药也毋甘下啊！爱偌济你讲，啥物无钱啊？上济啦！原来你就是替恁查某囝摕药的夫人啊！是啦，迄人拢叫我哈香奈儿奶奶，出门无明白哈，无体啦。是，哦，久仰久仰啊！原来你就是香奈儿奶奶啊！啊，我就是阿鸟先生。安怎？药啊，食无效是？啊，哪有效哈？我哪会得过来啊？哦，阿东，先生准备迄束花摕出来，叫伊拣一蕊上芳的。哦好。先生伫遮。摕互伊品。好，来，香奈儿奶奶，阮先生讲哦，请你拣一蕊上芳的。哎，恁两个奇奇怪怪呢？这是纸花，无味无素，叫我闻，啊你当作我是空的哦？先生，伊讲这是纸花无味，歪叫，叫伊一定爱拣一蕊。你着拣一蕊嘛。好啦好啦，拣就拣啊！这蕊啦，这蕊啦，这蕊啦。好，安那先生，这蕊。哦，英台病相思，英台相思倒在床，规暝无困到天光，若无三匹工程棍，迄一命敢会去见阎君？哦，这个药签是下签哦，死运哦。啊？这是药签？下签？对。后面哪有可能啦？啊，这么老的故事，跟我有啥物关系？也搁跟阮查某囝有啥物关系啊？你唔通看清这个故事，这出哩就是要解决你的问题。恁查某囝即马病是毋是真重？是啊，啊，就是愈重我毋才亲身来。唉，啊，都唔听话啦。我讲互你听，啊，阮兜吼是好业人啊，啊，财产几落亿万，呵，啊，就阮迄个查某囝啦，啊，偏偏去爱着一个散鬼，我就甲讲吼，讲你目睭就变啊大蕊，啊，你当吼唔通啊都学白乱，啊，你看到伊是创啥？你喊啥？目睭大，唔通我香奈儿奶奶，嘿，我知影。可是吼，这个爱情唔是用钱伫咧买呢。诶，要无咱来看一出戏，迄无定吼对你人生有启示哦。
祝英台今年刚刚18岁，去美国留学3年4个月，忽然接到阮妈妈一张批，叫我转来赴汤济，食同济宴，顺耍好过年。要转来的是，让阮娘兄送我到飞机场坐飞机，让阮有对娘兄来讲起，我家有一个九妹真美丽，要嫁给娘兄做太太。约伊28、37、46，滚倒来。无义，阮妈妈无理解，像我嫁予迄个花花公主马文才，迄个马文才人生做歹，又搁大戆呆，阮无爱。娘兄，你实在真害，哪会到即马也毋来？来咯！梁山伯从美国回来，放映台呀，放映台呀。下了飞机匆匆来，乡亲台匆匆来。夫子敢若是这间市井电铃嘞？令东。是谁呀？是我啦！你来啊！你是？我是英台啊！毋是毋是，英台伫美国，甲我读共学，食是食共赌，困是困共必赌。英台明明是一个乌倒裤，你毋通黑白讲。你先坐一下。伊阁有讲，因兜的九妹要嫁互我做太太，叫我283746因兜来，紧，你紧去甲伊叫出来。这个戆书呆，娘兄，你这个戆大呆，这英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英台。是你，正是嘞，正是你。娘兄，你哪会遮尼久才来？这让我妈妈无理解，要将我嫁予，安怎？要将我嫁予，要。嘿，是安怎人毋嫁，要嫁互马？毋是啦，是迄个花花公主马文才。哦，英台，你呀，你既然有心受违背，当初你何必自作媒？无奈阮阿母将亲陪，并非是英台来花动厝的。咱山明海誓情义在，我心中只有你祝英台。只恨阮妈妈无理解，我嘛无爱马文才。英台，你毋是讲你上界爱我，你毋是讲袂用的无我？为什么？
为什么会来变卦？咱过去的旧纸，讲要永远来做伴，你拢是伫咧骗我。怨叹嘛无较大，我只好来看破。姑兄，与你告死。牛兄，牛兄，放手！无论你怎样要叫美丽，你已经不再对我依恋凄迷，你的形影，你的一切，总是引起我心内的怨嗟。管春风怎样吹，也是吹袂死我无地分开，今夜又是出点淡的月。牛兄，你听我解说，不是我家己要，我心内只有你一个，哪有山盟海誓？我是我要甲你带走的。莫阁讲啦！无论你怎样情意对他，我不看破对你的情爱。你的虚情，你的假爱，总是枉费我纯情的目屎。我命怎安排？已经我袂笑，我秘密的悲哀，今夜又是沉在苦恼的香奈儿奶奶，儿孙就有儿孙福。你敢知影讲，为着你的目头悬，来害着这对少年人？唉，这款镜头啊，叫做相思病。变相思。是啊，梁山伯伊祝英台这个故事是真出名的，结果是安怎？你敢知影？我袂啦，是啊，你若唔惊讲恁查某囝吼变成蝴蝶，啊，你着继续搁再反对落去啊！我药啊是你爱食，唔是恁查某囝要食。我也无病啊，为什么要食药啊？你有病？我有啥物病？你就是目头悬病。好啦，先生吼，写一贴药啊送你，唔免钱，你照三顿食。阿东，先生准备一贴药啊，
摕出来。香奈儿奶奶，阮先生讲哦，请你照三顿食。这也毋是药啊，是要安怎照三顿食咧？你拍开来看。哦，将心比心是药引，己所不欲莫强吞。心若打开情自顺，情爱免可金银粉。这香奈儿奶奶，你回去冷静一下。我这问你家己啊，你是要爱恁查某囝的幸福，还是要爱你家己的面子？我为了哎呀，好啦，无吼，来啦，阿东啊，唔免搁较惊啦，互伊家己决定。哪个是英台白寿司？一张咧。佫是英台白寿司？这张嘛是，这张嘛是。阿廖先生，阿廖先生，这张咧，你紧出来啦！啥代志安尼大细声啦阿？廖先生，你看，你看，嘿这哪会签诗？全部拢是写英台白寿司啊！哎呀，你哪会这么紧就甲拆开啦？我想讲无要用啊。唉，亲像这种铁气动家做的人哦，伊一定会搁再来啦。香奈儿奶奶若是来吼，我准备叫伊搁骗一届，最后一幕就是英台软梦互伊看，绝对要互伊回头。哎呦，阿廖先生，你有够厉害的啦！知影安怎甲伊帮助？阿东哦，唔知影当时才会出师。这哦，都是看病人的美感，学家是如海。哼，我看你要出师哦，3档5档。无论你怎样窈窕美丽，我已经不再对你凄美。你的形影，你的一切，总引起我心内的怨气。不管春风怎样吹，也是吹袂醒我满腹的困惑。今夜又是错了暗淡的夜。英台白寿司？我会晓做英台白寿司。阿廖先生，阿廖先生，这张咧。什么大字？我吹吹就大字来。不管春风怎样吹，也是吹袂香奈儿奶奶，你先生讲哦，请你照三顿食。